弥陀，小暖给你跳，因为给温度嘟嘟好。爱嘅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多，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招，落去天堂，都了解桥路前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关注世界错也係唔錯，本愛一站巔峰，感到一點輕鬆。3天后，学校篮球校队和康苗高职有一场比赛，我们要以光复中学竞技啦啦队的身份上场表演。我干嘛帮篮球队那群废物加油？对啊，篮球队平常那么嚣张，干嘛帮他们加油啊？好了，今天早上练习到这边，东西收一收，解散。独裁暴君，可能。用糖糖嘞？糖糖！是不是你约糖买的？干你屁事！看你打在干嘛？你们两个好了啦，不要闹了啦，这种是表演呢。好了啦，全体集合。你去呀，不要玩再讲啦。来呢？林博宇，你加入啦啦队就是要替糖实现梦想，不是吗？你走了，你要实现什么？这是我为你做的。妈神经病！偶像剧看来都脑子烧坏了。走了，集合了。记住3个原则：第一，安全；第二，信任；第三，团结。有没有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来，亲爱李德 ，Go！ 加油！加油！5、6、7、8，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5、2、3、4、5、6、7、8，你们怎样？摔到哪里啊？脚吗？我看一下，这样会痛吗？找时间补一下休息。没关系啊，我还可以。
不行啦，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啦。安总，扶另外一边，小心小心。哎，拿冰块冰敷啦。好。很棒哦！哎，太感恩用的啊，700哎，第一次可以这样已经很好了，真的。而且你们才上过几堂课而已，对不对？给自己一点信心嘛！啊，来，给自己一点鼓励啊！这是你们的第一次，应该说是我们的第一次。如果没有人能看到我们最致命的问题，那我们就全都失败了。冯局长，照您的专业来看，他搞多大还有买问题啊？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们。练习时就叫你记好位置，你说没问题，结果嘞，上场时还跑错2次位置。你要骂人，就直接讲说是谁好不好？不要在那边拐弯抹角。对啦，我是跑错2次位。那你嘞？还不是一样？动作没有在拍子上，脚还在那边乱踢。靠！我觉得我们今天本来就不应该上场，才练习几堂，而且谁想帮篮球队加油啊？对啊，我现在根本不敢出现在篮球队面前，丢脸死了。我也有错，因为我的不小心，所以让别人失败，对不起。春春，你不用说对不起啊，应该说的是他。你还好意思站在这边哦？当初爱糖糖，现在吞吞，一直害人眼爽是吗？你困嘛个？你困嘛个？南龙，南龙，这么 gay 啊！就是这样。上场前我跟你们说过哪3个原则？安全、信任、团结。你们哪一点做到？
其实表演失败很爱会。啊？你讲嘛该？爱讲表演失败很爱会，很爱不专心，偏向电堂堂，才会害吞吞掉下来。不过林博宇没爱负一般机敏啊，他总嘛给笑堂堂来看表演，讲嘛给为堂堂好，卡，伊无为堂堂上嘛。哎，怎个？来吃豆，你应该要去老吞吞飞水一张床。吞吞。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俩杂猥琐，轻盈身一杂细细嘅希望。吞吞，对不起啊。哎呦，我先去练习了，待会见。硬想吼，用遐个来讨论，应该较清楚。来，遐本领包床皮用的啊，安尼喊你摆，个先发好。那就拄你做嘅哦。系啊。前4个八拍。侧翻进场定位，斧头蓝农，浩呆小爱做上肩，麦子大熊做 toast， 让吞吞到最上层，然后麦子回去做后保，仔仔小雅跪姿举拍，这样就是3层2.5的金字塔。对啊，欠迄组咧本太噶翻进场的时候缩短距离。按做咧离场边较远那些，做咧缓冲较安全。还有啦，那迄唔是嘛在2层3层，等你看咯。那你们做咧老金字塔，按呢，辅助6足，按你较好啦。他甲伊开始哦，做好按难的东西，挺危险。俺迄建议听听啊，建议。唔上心爱。咁迄唔上心记得咯。唔免啦。咁你唔上唔太甲吃宽啊？俺迄件经过初本的表演，他甲遐对这个无信心，伊遐要做按难的东西，每次都无买好，韩国啊。
硬要使用其他的人哦，要将吞吞雄雄啊，要错手。还讲你想去刺破夫妻的哦，啊，臭盆你就会压个静静啦啦队个去喊嘞，记得无可能要个进步。还有，经过唱上心爱的专业，也希望从风才有义众之灵一个教练。走啊，好，走啊！哎，停！叫我们过来干嘛啦？哎呦，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谁是来到怎知道？麦子安龙来报道。表演开头先出包，最后有人来跌倒。哎呀！哎，我说啊，人衰不是病，可是衰起来要人命啊！哎，你们自己衰就算了啦，还要传染给别人。哼，难怪我们那天会输球，原来早就注定好了嘛。你看啦啦队表演那么烂就知道啦。兰总，后悔啦！当天不懂重点让你熊打，我给你推杀啦！后悔啦！后悔啦！猛操！后悔啦！重点让你熊打，让你讲。后悔了。你很勇的啦，莫惊惊记，大概看到斧头就想要去熊大，我突然间去人错啦。你都到迄慢嘅唔知啊？他们两个是不是为了那个叫糖糖的女生啊？你也知道啊？上礼拜表演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我看这件事情很难解决。喂，啊，这还你，我不接受你的道歉，除非你和斧头和好。我不会原谅你，除非你和蓝农和好。你刚刚很帅。你说什么啊？我说你刚刚很帅。我知道你是要让蓝农还有斧头和好，可是不知道有没有用。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原不原谅他们。我有办法，你要帮我吗？拜托，我们是一个团队。
谢。老师，怎么了？我们有一个想法，想要跟你商量一下。就是我们想要用啦啦队的方式，帮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加油。因为我们第一次的表演失败，所以希望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这是你们2个的想法，还是大家的想法？我相信大家的想法跟我们2个一样。没想到你会收集这么可爱的东西哦！你来找我干嘛？好可爱的佐藤象哦。佐藤象？从日本来的，台湾不多。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俩杂猥琐，轻盈线一杂细细嘅希望。没想到你会收集这么可爱的东西哦！你来找我干嘛？好可爱的佐藤象哦。佐藤象？从日本来的，台湾不多。这应该是林博宇送给糖糖的。糖糖，希望你可以来看表演。麦子，你这样很奇怪哎。你都跟我那么熟了，你应该知道我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糖糖，我们是真心希望你可以来看表演。你没底啊，我们啦啦队才刚成立没多久，一定很少人会来看。如果连你也不来，那就真的没观众了啦。我知道你们的表演是为了我，可是我现在的状况真的不太方便。虽然我们不熟，但我常听麦子和蓝农说到你。蓝农总说你很善良、很美丽，可是却老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只是希望能用表演让你开心一点点，所以请你再考虑一下，就当做给我们啦啦队一个机会。如果那天的表演你不喜欢，随时可以离开。错啦，糖糖，希望做点认真再去考虑一下。早晚了。哈？加油！加油哦！你很好笑哎，白痴哎！团团加油哦！团团加油哦！那么大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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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样啊？对啊，怎么这么快又表演了啊？大家应该都还没准备好吧？走马给啊！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参谋，别委员咩？你蛮好讲哎。我们要当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而不是当一支什么都不敢的队伍。参谋对不对？我头从这样跌倒，现在还一趴子不起来。你是太胖跑不起来吧？喂。我们来看一下手上的资料这个是方老师精心设计的动作。这次的歌曲节奏比较快，所以你们要更注意自己的节奏感。还有这次的技术动作也会更多。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这2个部分特别训练。我不要跟林博一同一组。你有没有？你讲嘛个？没啦。好，开始今天练习。站起来。来。1 2 down up， 开脚。下巴要收，你的筋不够开哦，再往上一点。好，回脚。Ready。1 2 down up。第2组预备。Ready。1 2 down up。开脚。膝盖打直，脚背压。好，回脚。下。Ready。1 2 down up。小心！怎么讲？没事吧？没事啊。顿顿，你告诉那个白痴手再捏紧一点没关系要死啊！你告诉他，叫他脚蹲低，手打直你告诉他神经病你要讲不会自己讲我又不是你们2个的传声筒。你的肌力不够，刚刚的失误是你造成的。从今天开始，你的肌力训练要比别人多1倍。至于你的动作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要记得，啦啦队不是1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们要把每一个队友都当成自己的家人。K 再来不要气，加油！好，第1组预备 ，Ready。来1、蓝总，AI 用脑袋有练到无大空空漫画，我拄安尼讲的漫画要放在洗脑。太阳，走去偷了没？再试。雨空过后空班宝。真呀！不要闹了啦！好，来，我。拄迄年啦，讲嘛你水滴愈练习要同好，动起诶！漫画是安尼讲的漫画咧，漫画总得新哦。漫影迪蓝总，还有你在练呢，你骂啥？听说你大早还练呢，我走。你不要再把肉，我要吃肉了。老板，过来坐，一直。快点过来坐啊！坐啊，站着干嘛？快快来，一直。来，不要客气，尽量吃，像在家里一样。我平常都自己一个人吃饭。你说什么？没事。来，试试我自制的辣椒酱，
超好吃的。来，碗给我。多吃点，多吃点。很多人第一次吃到文内做跟辣椒酱，都和你一样，为什么都没有辣卷？哎，李承志，李承志，快一点啊！哦，啊，谁说我没有辣觉？这早上这个做太辣了，你还嘟嘟唔掉。有这么辣吗？就是没有你辣了。啊，快吃，快吃。我是叫他多吃点，你随意就好，好不好？快，多吃点。快点啦，自己来盛啊。拜拜。你的太监吼，无还一周神呢，都是单位人。哦。小总，啊看太弟也就是翻掉诶，安尼抢菜包唔拉呢？来，要沙拉本色啦。不是啦，东西吼太强啊色，莫较好食啦。熊总，你敢迄日清洗来呀？熊总，原来也都讲啦啦队哦，哦，喊杯哦。其实我跌下来。有促sống冇？嗰之前新聞有報哦，以為太後生，就是因為練啦啦隊跌下來死體咧。還有啊，新聞咪有講，練啦啦隊係一項動物樣嘅運動哦。楊總啊，雖然講吼也好嘛個就以後啦，不過做野外嘅，還係老細人嚟注意一下啦，像嘛個球水啊。打籃球啊，全部都以後啦。唔過種人安尼跌來跌去嘅吼，迄講挫傷啊，學校是無負責咯。人講啊，唔驚一萬，就驚萬一。人家董叔叔，你还带我去到几句呢？你饿哎，把最烂的东西吃掉再说啦。我从来都没有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过哎。屁啦！你光想要国中毕业旅行，你都冇去哦。屁轮呢？是真的啦，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要过夜的校外旅行，我都会生病。国中毕业旅行前一晚，我还长出水痘哎。哇！那你一定是被诅咒了。哎，跟你会生意哦。我一定要这次的集训之前，你会生什么病，有什么办法医哦。没有这么倒霉吧？唔对哦，唔对哦。
飞去啊！冇听到，是冇听到。Yeah， 你讲的冇唔错，也是我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俩在猥琐，跟人生一扎细细的希望。不是，你有冇？飞去啊！冇听到，是冇听到。来啦，谁有啦？不难受。冇要紧啦，下次吼注意点就好啦。喂，熊总，唔请那边，俺不头体能理嘅李总要投心球，6点半开始，答应要过去支持佢。我知啦，我俩不还有事情，我来过去哈。你下摆训练都在做乜嘅啊？也有唔知啊，虽然讲还没上来天数，不过冯先生真係专门的啊。原来伊讲好的啊，漳州都有一种制林，伊嘅教练。你上嘅咩冇唔错啦，阿传你按摩录用你。你在讲嘛？小姐，阿嫂，今日你安做转哦？哦，今日你头对东片老散嘿，熊总太你冇去为民服务啊？你係咪去參加香港競技啦啦隊？係啊。聽講你退出。你有沒呢？唔係啦，阿嫂，其實咯，去啦啦隊啊，睇好高啲。你打算電話做嘅啦，用杯參加去買東西。買個東西啊！競技啦啦隊有乜嘅唔好？你係學生誒，好好讀書都好，我浪費時間哦，啲以為冇嘅啦。我做你做體驗啊！阿爸唔係強要。佢貴重就開始練體操咧。運動員好年咧，有幾多年？退休後，國家再不如乜嘅。你爸爸你喊哪喊冇？你冇下年吼，不准偷馬體驗，做埋運動員。谢子毅，只剩你同意书没交哦。我放在书包哎。去拿。
该落签啦。唔是笑啦，会敢签哦，还是敢打？那是谁？阿爽。阿爽，没有传的哦。哦。眼睛，玉文，哎，你知道我昨天有多担心吗？我一直怕诅咒应验，没办法和你们一起增加集训。哎，等一下，你不会叫你阿婆帮你折那种祈福用的纸莲花吧？真的叫你阿婆帮你折啊？怎么的？好。来上车了。在广播一次，3年级同学及想要报考陆军专科学校的同学，请在12点20分至教官室集合。叉子。竞技啦啦队是一项非常需要团结和默契的运动，然后队员们必须互相彼此的信任，不然我们不可能做出那么艰难的跑接动作。啦啦队的精神就是坚持、努力、永不放弃，就是就算受伤，然后再累也要撑下去。练习的失误一定是在所难免，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学会的信任，不然永远也没办法完成你该做的动作。吸引我觉得就是女生，因为啦啦队这项运动就不像跑步啊，或是打篮球，就那么单纯，就是啦啦队里包含了舞蹈，然后跳跃、翻，然后空抛、做技巧，所以整个融合起来，让我觉得这项运动很多元化，所以我觉得很吸引我。当初觉得就是一股热血吧，跟着大家一起闯。啊？没有什么啊，很好。啊？什么？没有啊。我说跟大家都很好啊，大家都是好朋友。他人很好啊。我不知道哎。吼，你做嘛该出去啊！谢子毅，做你看 man 的冇啦？嘿啦，你先 man 呐！好可惜哦，麦子不能跟我们一起集训。其实麦子不能来，可能是我害的。哎，戴帽过来。哎，视察黑卡架。王老师，晚上我在巡逻的时候看到有人翻墙进来。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两个爱追去睇的，另一个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上的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and 你容量变成不tango go。爱慕咪say爱慕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哈口嘞，我小爱哈口嘞，最后迄个哈口。哈口嘞，我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过。哈，放个一个 word，
想想你，看到你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想做唔好谁，一看时间到嘞，拍摄很爱需要白天嘞，爱最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对 Wednesday， 轻松，不慢一点，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新的 Sunday， 哈口嘞，也俗的哈口嘞，最好下了哈口嘞，也俗的哈口 ，Yeah， 你讲的冇唔错，也是我爱做过，哈口嘞，也俗的哈口嘞，哟，用来喊忙哈口嘞，也俗的哈口，差不多了啦。还有上瘾，他热衷一个运动以后，家里人的支持，不看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我举一个轻简单的例子，你看到林书豪的爸爸妈妈用的支持，伊读的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就像人家台太阳的，用有可能讲啊会读书，不能去打球的，但是爸爸妈妈还能无怨无悔，天上天下，球场上来爱护伊来拍一个摄影的分割画面的分析。所以要不看人的支持，爸爸妈妈的支持，兄弟姐妹的支持，长辈的支持，还有一个轻松业的，因为也系体育会成功的原因。体育就讲球员本身的运动员本身的自爱很重要，就讲这个审判，还没有很谨慎，要两个条件必备以后，让做的讲都讲，技术层面讲，哪样的下定决心来这样的吃苦。有一些受到猥亵，可以，当然这个猥亵不能让小孩子的那种，就是你应该工作上可以负担一点，你去搞做懂音者一做，一系列 VQ， 这个抗压力才会强。海摆出来沙飞呢，每边讲啊都是重重擦擦，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呢，一个运动员将有出头天的一面，好，我想，也很多方面啊，家庭的长辈，自家的心态。各位自家生